大學生慢魚玩車系列之東風本田思明呢台車12年上市，底盤基於國內嘅8代思域 FA1 平台打造，但係同8代思域相比，除咗車齡要比8代思域新，外觀更加似日規嘅 Type R FD2， 只需要更換 FD2 嘅前後包圍同機蓋，加裝尾翼屬於非法改裝就唔搞啦，咁你就可以擁有一台以假亂真嘅 Type R FD2。如果你仲有預算嘅話，可以再換套假牙避震，再加套輪毂。動力方面用嘅係 i181A 1.8升自然吸氣發動機，波箱有手動擋 5MT 同自動擋 5AT 兩款可選，總體嚟講仲算唔錯。畢竟本田係出咗名嘅買發動機送車嘛。下面講下缺點：第一，油耗偏高，綜合油耗8個左右；第二，年份始終係偏大，機腳膠老化，轉向助力泵同氣門室蓋墊容易漏油。不過呢個都唔算咩大問題，而且配件都唔算貴。大家仲想睇咩車？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討論。更多關於本田思明嘅信息，可以到懂車帝 APP 查看。